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25章，人若有争执，提出诉讼，审判官着定正直的做无罪，定做歹的做有罪。有罪人若应该受拍，着互迄个人伫审判官的面前拍伫涂骹，照伊犯罪的程度甲伊拍。毋过上济通拍40下，毋通拍过头。若超过40下，就是侮辱即个兄弟。牛底论5谷，毋通甲伊挂喙烂，为过身的兄弟传宗接代。兄弟带做伙，若其中一个无囝就死，过身的人的某毋通嫁外人，伊丈夫的兄弟着带伊做某，甲伊同房，尽兄弟的本分。伊生的大囝着续接伊死去的丈夫的名分，才免迄个丈夫的名伫以色列中受除去。迄个人若无要带伊死去的兄弟的某，迄个妇人就着去广场的长老遐对因讲。我丈夫的兄弟毋肯伫以色列中，甲伊死去的兄弟留后事，无要尽兄弟的本分。伫广场的长老着叫迄个人来，甲伊苦劝。伊若坚持无要甲带，迄个妇人着伫长老的面前行歪伊，甲烫鞋，搁配喙烂伫伊的面讲：所有无要为着兄弟留后事的人，着安尼甲侮辱。伫以色列人的中间，迄个人的家庭要叫做互人烫鞋的家。其他的条例，若有2个人相拍，其中一个人的某我来救伊的丈夫，伸手掠条另外一个人的下体，就着斩断迄个妇人的手，毋通可怜伊。恁的袋仔内毋通有大粒甲细粒的2款秤槌，厝内嘛毋通有大甲细的2款斗，着用准确公道的秤槌甲斗，通互恁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的地，食长岁寿。所有做无公道的代志的人，拢是上主恁的上帝所厌恶，着消灭亚玛力人，就会记得恁出来急的时，亚玛力人伫罗尼安怎对待恁，因伫罗尼攻击恁，当等恁亚善无力的时，攻击恁后面软弱的人，因拢无得惊上帝，所以到上主恁的上帝救恁脱离四围的对敌，互恁占领伊赏赐恁的地，享受太平。迄时，恁着将亚玛力的名对天下撤销，毋通袂记得。